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台风警报的一个情况当中，能够很平安顺利，在教会当中一起敬拜神。主要让我们无论在风雨或是在风和日丽，我们都能够体验神跟我们同在。感谢主，我们一起从你的话语得到学习跟激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上个礼拜一起用传福音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有一个系统性的、连结性的，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一个传福音的文化。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在提起说，耶稣给我们一个征兆，我们看天空的云，我们看那个无花果，那时机到了，好像你会抓住那个时机，那就是神给你的一个认定，给你一个使命。那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从圣经里面话语，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怎么样传承这个使命，也能够建立这个传福音的一个文化。换句话说，基督徒把传福音看成一个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好再解释的，就是你一旦成为基督徒，你就是有传福音的任务跟责任。那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来再学习，一起来复习了哈。首先呢，要跟各位简要的分享，台湾在这几百年来，神在我们台湾这个岛屿，曾经给我们这些福音的恩典跟祝福，也来学习这一些我们早期在那个时代交通、生活还有整个环境不是最理想的时候，他们怎样献身在台湾这块土地当中，为我们来传福音。如果从历史来回顾一个简要的，就是台湾曾经经历过3波的宣教的浪潮，有3波，就是一个时代不同的场景，但是有神差遣的仆人、差遣的宣教士来到台湾。那第一个要追溯到什么时候呢？其实是要追溯到荷兰的时代，就是荷兰人在1624年来占领台湾，从台南这个安平来建立他们的碉堡，然后在那个我们的赤坎楼建立他们的一个办公的处所。从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福音的种子来撒在这里了。那这个福音的起头呢，是在1624年荷兰统治的时代开始。当初呢，有2位先锋的一个牧师，他们是荷兰归正教会的牧师。那归正教会，我们听起来好像不同教会的名称，其实就是等于整个长老教会的一个系统。它的创始人就是加尔文，在瑞士。然后呢，有一些跟随他的脚步，开启欧洲的宗教改革其中有一个支派就到荷兰，然后他们就把它称为叫做 Reform 就是改革Reform Church， 所以中文把它换成归正。然后他们另外一个支派就是 John Knox， 在这个先锋，他回到苏格兰来开创，也是从加尔文这一个支派创立的，叫做长老教会。长老教会，其实长老教会这2个字呢，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这样，其实它是 Presbyterian Presbyterian 就是等于有一个代表性的这个长老一起开会在宗会这个制度叫做长老教会。那无论如何，这2个长老教会跟归正教会其实是同一个系统。然后当时他们来到安平我们在安平附近有一条溪，对不对这条溪呢，以前是有一个隔离的，以前都是海跟溪。然后西北呢，就是我们有所谓的平埔族6个族了把6个社，因为我们台湾传统上把这个平埔族他们居住的地方叫社一个社什么社什么社，那有西拉雅族的平埔社来传福音。那这6个社呢，我们在历史教科书里面都有了。我们知道说，大概就是整个台南县这个地区比如说新港社在新市，木加溜湾在善化，
那骁龙社在嘉里啊，麻豆社在麻豆啊，大木匠在新化，那大武龙在玉井、大内这个区块。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整个台南县的这个平原呢，都是当时西拉雅族所居住的地方啊。当时的荷兰的地图是倒的哈，还是南北，不是南北向啊，是东西向的。那这个是传统西拉雅族的一个居住的场域啊，等于是一直到嘉义哈，嘉义南边一直到高雄的高屏溪，那这些都是西拉雅族活跃的区域。换句话说，当时呢，除了高山族，我们说的高山民族以外，就有平埔族这一些当时已经在平地生活的这些族群。那在高雄呢，也是西拉雅族的分支，叫做马卡道族，他们住在当时的所谓那个柴山啊，柴山啊，柴山呢，他们住在那边生活渔猎啊，每一个房子的外面都会栽那个所谓的竹林哈，竹林把它们围在一圈。因为竹林有一些是刺的，有没有刺竹哈？它有一些刺啊，所以可以隔开动物啦，或是外人的攻击啊。所以呢，他们那时的马卡道族呢，他们就说：这些竹林呐，竹的围墙叫做打告。那后来日本人来占台湾呢，就把那个打告变成高雄了啊。这个是高雄的地名的由来啊，其实是原住民的名称打告。那台南呢？哇，就更大的一个区域都是由平埔族所居住哈啊。当时有些人画图，把那个平埔族画的那个很雄壮啊，那个肌肉很大很粗犷哈啊。这是当时一些图，这个是中国人画的啊，刚刚那个是西洋人画的。不过总之那个时代，整个嘉南平原，特别是台南的平原，都是由平埔族、西拉雅族所居住的场域。当时根据统计呢，荷兰时期的宣教呢，一共有32个牧师，还有传道师、教师来宣教。那最代表性的就是先期来的，就是甘志士尤罗伯有人把它直接用音来音译，叫做 Junius 就是 Candidius 跟 Junius 这2位，就是最早期来台湾来安平这个地方宣教的。那你知道当时的那个荷兰的牧师、传道、教师，他们其实是领东印度公司的薪水，意思是他们也是这一些从外来的一些统治者一些帝国主义我们所谓的一个殖民地那些官员当中的一个职称。那现在牧师、传道他们来，当然就是被征召了，然后呢来服务他们自己荷兰人的一个聚落，因为他们本身也要有受洗啦，有圣餐啦，还要甚至有过世的要为他们主持丧礼，所以他们都等于随队的牧师。不过他们不只是这个任务，他们还受差派要成为什么呢？成为翻译者，因为他们要跟原住民学语言，因为这些牧者他们对语言有特别的恩赐。学语言呢，是为了要沟通、翻译，当然是为了做生意了不过根据一些历史资料的研究，这些牧师他们本来是任务是要翻译、要做生意，要给这些荷兰人服务。不过他们很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跟原住民传福音，所以他们学会他们的语言就将福音传给他们。甚至有一些时候呢，他们不是为他们的主人，这些东印度公司的主人，反正是为这些原住民争取一些权益，就是说不要被剥削，那些费用计算不要太多的一个损失所以难怪当时的平埔族他们对这个荷兰来的牧师非常的尊敬，而且很信任他们。所以当时呢，整个平埔的社群呢，要信耶稣是整村的人整个社都信耶稣了。所以呢，当时呢，那个信耶稣的比例非常的高这个是尤罗伯，这些图都是
在荷兰他们的史料馆里面有留下来的，表示说，连他们荷兰自己也觉得说，这些先锋者、这些牧师，他们还特别用画的把它画留下来哈。当时的记录是怎么样呢？原住民的6个社有6400个受洗，6400个。那我们所谓6400个，其实几乎就等于我们现在台南宗会，我们长老教会台南宗会的人数了哦。当时就已经有那么多人信耶稣，而且还主持过1000对的一个新人的婚礼哦。甚至他们已经计划好了，因为这一些小孩子呢，他们就在各地来被教导怎么样学习基本的圣经的故事，然后还什么训练这些年轻人去读神学院甚至有一个学校要培训他们在地的领导者。不过真的很可惜，因为郑成功来了，38年后1662年郑成功来到台湾当然把荷兰人打败了荷兰人就是我们在学校的教科书里面就是这个投降图还有这个给那个郑成功行礼。不过这个也是有历史上的争议啦。其实荷兰人他们的史料认为说，我们不是投降其实是大家彼此讲和，说我们退出这个场地，没有像这个图画的好像荷兰人都被打败的感觉呢。不过不管如何，荷兰人就退出了这个地方。那影响很大的就是基督教，那个福音就中断了。那有一些很大的一个，你知道，一个族群的移动会产生很大的伤害。当时郑成功带了很多的士兵从中国过来，从金门过来、厦门过来。那为了要让这一群士兵有很好的一个居住环境跟后来的一个生活，所以他不得不就是要把当时的平埔族所居住的传统的领域，赶他们走了。后来的强势的就赶走别人了。所以你会看见整个郑成功他所经历的这一些台南高雄的一些地名都也看出那个足迹了比如说在台南有新营、有下营、有柳营。为什么叫营呢？营就是当时郑成功他们这军队所驻扎的地方。那在高雄也有高雄有左营有右昌左边跟右边这个左营右昌都是当时郑成功他们驻扎军队所居住的地方。那当然，因为这些原住民就被势力不大，所以就被逼着移到山上去了，在附近的山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西拉雅族他们又重新恢复他们的姓名，他们的那个族群，他们就看见在整个山区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参与在西拉雅族的重建的工作。当时呢，如果没有荷兰人离开，也许我们的福音就从那个时候延续到现在。我们要纪念的是300多年的福音的历史，而不是我们长老教会的150年。那甚至当时已经有荷兰的牧师叫尼但里Gravius 这个牧师呢，他用罗马拼音的来翻译了西拉雅族的新港语。我们刚刚说新港就是我们的新市现在的新市，他们那边的语言把它翻译成马太福音。当然时间的关系没办法整本圣经，但是至少马太福音已经被翻译出来。你看这个是当时的马太福音的，你看印得很漂亮是左右对照的这个语言是对照的就是新港语还有荷兰文彼此对照。所以可见他们的语言就被留下来了，从圣经里面的音被留下来。现在的西拉雅族他们要重新恢复他们的语言这个新港语的马太福音就成为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因为里面的文字可以对照对照圣经马太福音的对照所以这些成为我们台湾的宝贝，因为这个等于是语言死亡的语言重新又复活了这是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恩典了那这个是我们教会所留下来的。甚至当时的平埔族他不会文字后来清朝来占台湾的时候，为了跟别人写契约，他们就用这一种新港语的语文
来拼音来写下契约，土地契约啊、地契啊，还有什么交易的证明啊，然后他们再写上那个满文啊、满洲的文啊，对话还要盖那个手印，所以现在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环阿 K， 就是这个东西啊。环阿 K 现在一张非常贵啊，那个古董了哈，很多人都拿这个要去估价去卖哈。那总之呢，我们看到啊，教会留下来这些遗迹，而且不只是留在这些古代的史料，这些原住民，我们当时的西拉雅族的祖先，他们把对荷兰人的好印象留给了他的子孙。所以后来呢，这个是尼但尼牧师哈。后来呢，当马雅各医师在153年前，1865年来到台湾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汉人很困难，汉人不大接受。还好，他们向平埔族、我们的希腊族传福音就很快。所以你可以看见那个民族性的不一样。当然，汉人因为拜偶像啦，拜祖先啦，而且他们对西洋人有一点排斥，所以马雅各在府城被赶走。在看西街那边本来要设一间诊所，请人家来看病，让人家来看病，到最后被府城的那些在地人把他赶走，因为不准他开，他只好再回到其后去了。不过神恩典，他们在山区的这些平埔族的有生病的来看病之后，他们就决志要信耶稣，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给他们说，一代一代流传，说你们所看到那个红头发或那个黄头发的那个火丘的那个叫做红毛亲戚呀，真的给他们讲说，有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换句话说，他们对汉人反而有点排斥对这些外国人有一个亲切感，所以他们一旦接触之后，整个部落就延续一个部落开始信耶稣了比如说从最早期的在高雄县的内门乡有一个木栅那个村，还有内门乡，还有其他的村庄都信耶稣，还有离港，还有我们后来到我们台南县的冈林对不对？那个城山，还有口碑，还有再往北呢，还有台南县的大内乡、玉井这些都是当时那些平埔族居住的地方。哇，教会都历史很久，他们都140几年了，因为他们早期看到马雅各来看病，他们就马上连接他们祖先给他们的一个交代。那这个故事是从这边连接起来，好，马雅各来了，这些山上的原住这个平埔族就信耶稣。所以呢，你看他在1865年马雅各来到台南府城，用医疗来做宣教。这个是我们第二波的传福音的一个阶段这是马雅各医师了那这个我们看到的照片，这是马雅各的家族，他不只是他来他的儿子马雅各二世也来台湾，就在新楼医院当院长这个是当时英国的摄影师所拍下来的高雄港的情况当时的高雄港很宽阔，都没有建筑物了有那个帆船是当时马雅各登陆的一个地方。那这些照片呢，是当时一个非常出名的英国的摄影家，叫做约翰汤姆森。他带了当时最新的摄影器材来东亚来拍照来这边环绕了好久。那就把当时因为马雅各医师还有一些当时的宣教师带领了这个 John Thompson 进到山区里面去拍照。那这些就是当时留下来的影像记录像当时你看他们的房子看起来也蛮干净的你看他们的那个墙都有白色的石灰一条一条黑黑的，就是竹竿竹那个竹来做的一个柱子上面用草茅草。那这个是很出名的一张平埔的妈妈背了一个小孩还有一个照片这是平埔的妇女。这个是马雅各医生当时医疗的照片。当时的初期的长老教会的宣教有这4个方向，一个是医疗宣教现在的新楼医院还有
兴办教育，就是我们的神学院跟长荣中学、长荣女中兴办报纸，当时用一种我们的白话字，我们所谓的台语的拼音，就是刚刚我们像新港语用罗马拼音一样，也是用台语用罗马拼音来拼那个教会报。再来就是建立那个新楼书房，这些成为当时跟在地的民众接触最有利的方法，特别是医疗，因为他的病得医治了，他就愿意接受所传的福音。这是当时新楼医院留下来的旧的照片，现在已经盖成新的大楼了哈。这个是神学院，那这个是长荣中学哈，长荣中学的这个照片。那这个是长荣女中，这些古建筑都成为那个历史，也成为那个古迹了哈。那这一个就是教会公报，教会公报呢，它的第一章现在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古董了哈。现在呢，这些台语呢，就成为我们台湾留下来文化的宝藏。因为当时他们用那个拼音，把台湾的口语都放在这个语言里面，你一念就知道台语怎么讲。那现在呢，因为我们长老教会慢慢已经说国语的越来越多了，会读白话字的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习惯看中文。比如说早上第一堂聚会，我们读的也不是白话字，就直接用台语汉字啦，会读台语就对了，但是没有读这种语言啦。反倒是现在很多大学的历史系，或是一些台湾文学系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很认真学白话字，因为他们要会读我们的100多年的教会公报，都是用白话字写的。他们会拼要会读才了解那个里面的内容所以现在有一点类似，有一种很奇妙的差异。我们长老教会的会友都不会读白话字，反倒是外邦人，他们不是基督徒，反而会读这个。这个是我们一个需要省思的地方，因为这是我们的前辈留下来的宝藏哈。好，那这是新楼书房了哈。那我们讲到这些，还有其实这些故事可能大家都曾经听过。北部的是由1872年马偕牧师来台北淡水开始宣教哈。那这个是当时台北淡水的一个图片哈。那当时在淡水已经是非常繁荣的地方，因为那是靠海运的交通。这是当时的马偕牧师。那这个马偕牧师呢，他的胡须是黑的所以不是红毛亲戚他是黑毛番北部人把它称为黑毛番哈。反正就是胡须很多就是当时马偕牧师的照片。他马偕娶了台湾的太太就在这边定根了哈。那简单的统计呢，马偕牧师在北部宣教30年，他从无到有设立了60所教会，信徒3000人被他受洗。那马偕曾经东奔西走，跋涉山河，有客家啦、漳州、泉州、平埔、高山族，他都有去过。他写的日记巨细靡遗现在北部的教会他们把它翻译成四大本，他每一天做什么事情都写下来，真的不得了。这些都成为非常重要，不只是我们教会现在台湾很多历史学者、文化学者都在研究说马偕看到的当时的原住民是怎么样，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他们的用具是怎么样，而且他还收集了很多原住民的用品，千里迢迢带回加拿大。牧师曾经去参观过多伦多的那个国家博物馆，不得了，很多我们原住民留下来当时的用品都还在那边。然后他终其一生认同台湾、爱台湾，血流在台湾，根留在台湾。他的墓现在在台北的淡江中学的那个校园里面。他写了一首诗，可以代表他的心境他叫做《最后的住家》，这是台语的这是台语的。不过我们中文人可以看得出来。他说：“我全心所疼惜的台湾我的青春都献给你了。我全心所疼惜的台湾我一生的欢喜都在这边。我在云雾中看见山岭，从云中细孔观看全地，波澜大海，遥望对岸。我愿意在这里眺望不停息。
我心未可割离的台湾啊，我的人生都献给你。我心未可割离的台湾啊，我一生的快乐都在这里。盼望我人生的最后一站，在大浪拍岸的声响中，在竹林摇曳的阴影里面，我找到一生最后的住家。这首诗歌呢，在台湾很多音乐家把它谱成乐曲啊，所以你可以在 YouTube 里面收集到很多种不同版本的唱的诗歌，每一首都很好听，因为它的歌词太感动人，因为他把生命完全的摆在这里。感谢主，这个是我们长老教会的历史的一个开端。南北，那现在南北两个不同的教会已经合成长老教会总会了。其实早期呢，我们南部是从英国来的，那北部是从加拿大来的。那还好啦，当时加拿大的长老教会跟我们这边的英国长老教会其实是同一家，只不过是他们移民到加拿大设立长老教会，不然的话，我们可能现在南北就不同教会了。你看，从荷兰时代到马雅各到马街，都是同一个系统。那神特别恩待我们长老教会，因为大家都没有什么冲突，马上就结合在一起。那第三波的传福音热潮就在50年前的贝加运动，叫做贝加，它是在其实是1954到1854到这个18写错了哈，1854到1954到1965啦，写错了哈，就是等于10年的当中，我们当时的我们的前辈他们推动了所谓的贝加运动，贝加运动。那个贝加运动当时有一个历史环境呢，因为呢怎么样呢？当时在1950年代，那个时局很动荡，就在民国大概40出头嘛。那你知道，在民国38年，就是国民政府迁到台湾来，所以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是非常的紧张的，因为当时有戒严令，对不对？那人心是寻求平安跟温饱，因为战后普遍的人民都是饿肚子的。普遍人民都想追求一个温饱的环境。另外一个跟教会有关的就是，当时因为共产党占据了整个中国，所以呢有35个当时从世界各国到中国传福音的这个宗派的那个代表都撤离了，因为不能留在那边，因为他们是学中文说国语那要去哪里呢？最多是有的是跑到香港去，那有的很多都跑到台湾来。那所以我们从当时台湾可能只有当时的长老教会是最大的还有类似那个真耶稣教会已经来了，还有呢是日本的留下来圣公会当时在中国大陆还没撤退之前是大概这样子，不过后来就35个教派全部都齐集在台湾。那牧师讲一下，你就可以理解我们现在整个台湾的教会融合的情况。你知道我们台湾为什么叫世界美食之都因为大陆各省的好吃的都带到台湾来，所以你现在从南到北想要吃什么菜，江浙菜、四川菜什么那个上海广东料理你都吃得到，因为这些人民的移动把他们的好吃的都带来台湾。那其实也类似啦，各教会把他们的精华都带到台湾来，各教派的领袖都来到台湾，所以现在呢，很多我们所谓的从中国来的一个教派呢，特别是国语的教派，他们最近在庆祝来台什么70周年了，就是从民国38年撤退，从那边开始算的了。好，那这个当时呢，这种情境之下，我们的长老教会也发起了一波的一个传福音的热潮，叫做贝加运动。因为呢，当时又发生了韩战，对不对？当时好像我们中国大陆跟台湾很紧张，对不对？在金门马祖哇，当时大家吓死了，因为很多危险炮击但是呢，后来发生韩战，美军就派第7舰队来台湾海峡。那有一个情形就是台湾来暂时安定下来，而且当时的美国还支持了我们台湾的政府，所以呢，就送了很多美元的物资来。因为当时呢，他不知道怎么委托了，他觉得政府机构不大信任，所以他们就委托教会。
我们的教会来发送这个物资。所以你会听到我们如果说长老教会出身的，有早期的有人讲说，你们基督教是假搞，有没有？假搞就是说都花面粉啊，对不对？花那个奶粉啊，花那个小麦啊，还有衣服啊，就当时，但是当时很多人因为物资很缺乏，教会做这种动作，其实就很像150年前马雅各医生来医疗港一样，因为他们有这样的需要。那因为这样子打开了他们的心，很多人就在那个时候信耶稣。所以不是说物质不够不好，或是其他不好，是因为用什么样的媒介让人愿意走进教会。所以当时我们推动一个非常成功的备家运动，当时有一个记录，就是说10年之后，台湾的教会会友人数跟教会都加倍增长，233间变成466间，刚好1倍整整哈。那会友是从5.9万增加到10.2943个。这个是当时非常棒的一个记录哈。不过你知道，后来在1965年，民国54年，其实慢慢就已经进到我们台湾乡村变都市了，从农业走进工业了。所以整个状况的演变，我们在达到高峰100周年庆祝之后，这些在乡村的我们的基督徒朋友，他们跟所有台湾的百姓一样，就移到都市来了。因为到都市讨生活啊、工作啊，在都市在都市的周围有工厂啊，特别是高雄，为什么会突然间发展那么快，就超越了台南？因为当时加工出口区啦、炼油厂啦，还有整个所有的工业重工业都在高雄，所以很多人都移民到高雄去来工作、找工作。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教会受到一些影响呢，因为呢，变成说一些基督徒从乡下移到都市里面去工作，但是不一定每一位都来都市就继续去教会。也可能为了城乡的差距啦，可能为了自己没有坚固的信心啦，所以100周年之后，我们教会的教士反而又有一点衰退耶。不过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1975年有一个新的开始。你知道1975年就是蒋中正总统他过世那一个时代，后来因为他介绍他是基督徒嘛，所以整个台湾对教会的认识就更进一步了。当时又有葛理翰牧师来传福音，对不对？来布道，还有周连华牧师来布道，所以那个时候开始一个新的阶段。那当然也因为进到了所谓的民主运动的时期了，台湾的政治改革非常的剧烈，对不对？就在那个时段。那直到后来慢慢解严了，我们的国语教会。我们刚刚说那35个教派，对不对？还有我们长老教会，慢慢找到一个磨合的方法，所以共同推动了2000年福音运动，就不分国语台语啦。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机，因为早期因为政治因素，早期因为语言的因素，大家彼此不相往来，不过后来慢慢结合了。感谢主，就是那个时候，台湾的教会又发起了第4波一个新的改变，因为新的福音的热潮又进来了，这个叫第4波。因为当时有统计从1987年到2015年，这20多年来，有台湾的教会有高比例的成长，因为特别是在都市的独立教会，一间一间越来越大，所以从2.53%升到6.53%。上个礼拜牧师也曾经讲过，那当时在推动2000年福音运动的总干事就是我们的夏中坚牧师他统计整理了说为什么教会它在2000年福音运动以后蓬勃的发展，有这些改变。这些改变是什么？第一个，敬拜运动，就是我们的敬拜赞美。刚刚我们在一起热诚的敬拜，其实那个时候开始发展。那第二个是灵命更新运动。以前呢，我们是长老教会啦，我们是福音派啦，做礼拜都规规矩矩的没有在唱歌跳舞，没有啦。也没有什么圣灵的一个工作都没有，他们觉得这个是灵恩派的，跟我们不同派的。我现在
大家各教会都能够接纳。第三个很重要，就是推展小组运动，因为以前都是靠牧者来牧养，那后来用小组的牧养就可以无限制复制，一个一个小组，一个扩长，一直在增长。那些小组长成为牧师最重要的一个帮手。那第四个就是因为我刚刚讲都市化了，整个都市的居民集中在一起，所以大型的千人教会就兴起了。上个礼拜有讲过，有72间在各都市都是1000人的做礼拜。那再来是教会合一运动，我刚刚讲国台语，大家就不分彼此合作传福音。那而且儿童及青少年事工也大大的改变，而且我们还可以到学校里面传福音呢，不得了。以前根本不可能，现在都可以。那还有职场的，有职场的宣教，很多基督徒他走进到这个办公室，他们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大家一起吃便当、吃午餐，而且一边还开小组，大家一起传福音，带领我们的同事来信耶稣。那对婚姻跟家庭事工的重视，也在这个时候很多得到社区很多民众的一个支持那我们做很多这样的工作，而且各地的归主浪潮涌现了，还有教会的多元形式出现了。那我们刚刚有讲有一些教会他们在楼下就设咖啡厅，有些教会他们就多样性的，而且特别对那些工作到10点才下班的人开那个礼拜，就10点才来做礼拜，半夜，因为那一些人就是白天要上班所以教会多样性也在这个都市呈现了，而且社会的转化运动，在职场啦，在科技啦，在政府机构啦，在媒体啦，在文化界都产生一些改变，因为很多基督徒做了很好的见证。再来是我们台湾虽然是一个小岛，但是开启了对华人传福音，比如说对中国传福音，对东南亚华人地区传福音，那这些都是当时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录。那我们现在还继续在这个浪潮当中，所以我们才说，我们从这些信息、这些资料、这些故事，我们一起来学习，说我们要抓住这个福音的浪潮。所以呢，台湾教会在前3波的宣教运动里面，都有它的特别的时代的因素。有社会的脉络，还有圣灵的动工。那现在第4波，圣灵的工作更明显。所以我们在几年前就开始推动总会的宣教150周年的101新贝家。那我们看到说，刚刚读的经文，耶稣告诉我们，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大使命。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要去，19节，使万国万民都做我的门徒。”换句话说，他不是说福音传出去了，说我信了，那就结束了，不是。他说你信了，要来当耶稣的门徒。门徒是有任务的啦，不是我们传统的，比如说年节啦，去庙里拜一拜，回来求保庇就好了，没有。是你要有任务，因为耶稣说你要差他们，给他们施洗，使他归于我的名，要让他们做门徒，而且还怎么样？要教导他们，要教要学习要门徒训练他说遵守我所给你们一切的命令，而且要记住，他说我要常与你们同在。换句话说，耶稣说不是交代这个任务他就跑走了，耶稣是跟我们同在。让你当门徒，你有力量，你有智慧，你有各样的恩赐来传福音。好，所以呢，耶稣这样的一个宣告是说，基督徒要学会去抓住社会的脉动，人心所向，兴起传福音的文化。因为这个是耶稣的命令，不是我们自己想的自己搞出来的，是耶稣说你们要只能当门徒门徒就是要当耶稣的学生所以受洗礼的就是要做主的门徒。意思是全民都是祭司，不是光是我是来听道就好了，回家还是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任务，没有耶稣说要你当门徒，要为主来传福音。我们看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9章怎么样告诉我们他传福音的态度。他说，在信心软弱的人当中，我们就做软弱的人；
换句话说，不是你要跟我了，而是我要跟你，我要学像你，让你知道我是跟你同一派的，我是跟你同一国的。等一下，我们有冈山这个藏服中心来做报告，他们是要服务一群身体障碍或是曾经不同方面的障碍的人，他们要学会怎么样，他们的情境，他们在肉体有软弱当中，要学像他们服务他们。那传福音也一样，不是高高在上，你要跟我，而是我陪你。他说，我是为了要争取他们，所以在什么样的人当中，我就受什么样的人。你要学会柔软，你会学会去跟他们接触。他说，无论用什么方法，你看，无论用什么方法，你是千方百计的，想尽各种方式。我相信在座弟兄姐妹，你有传福音的经验，你很多好朋友愿意跟你来教会，你是用了好多非常重要，让他觉得，我信任你，我愿意接受你的邀请，用各种方法。为什么要救一些人？因为保罗说怎么样？我为了福音的缘故做这些事，福音的缘故因为主耶稣爱我，我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做，而且目的是要跟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福音是有好处的，福音是棒得不得了的，你才觉得要分享给别人若可有可无的没有也没关系的，你何必分享呢？福音的好处是生命的一个灵粮力量，所以你愿意把这个最棒的分享给别人。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他这段经文里面有3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第一个，为了要争取他们，要学习跟他们在一起，最爱的同胞。第二个，要救一些人，因为你不放弃机会，用尽各种方法，打电话啦，传简讯啦，邀他一起来吃饭啦，送他礼物啦，带他去参加什么活动啦，就是为了让他知道说，我讲的是确实没错的不是口讲的，是真的。而且目的重点是分享传福音的好处，因为传福音的最高目的是把好处给他们。所以我们要一起来从前辈他们留下来传福音的这个故事，一起来学习说我们怎么样成为道成肉身的传福音的事工。你要落入到这个本土，你要落入到整个情境里面，你要进入到每一个你的朋友当中。所以细胞小组为什么要推动细胞小组呢？因为我们要任务是为了要传扬福音，为了要栽培门徒。所以呢，我们特别是老基督徒以前呢有一段时间我们传福音，刚刚不是讲吗？在民国70、80年代，我们传福音很困难，因为大家不理你而且传统那个拜偶像、拜祖先的观念很强，你传不过去。有人要在教会被爸爸妈妈拖回去打，因为那个时候太封闭了。不过现在门打开了，但是以前我们曾经传福音没有效果，你会产生一种非常重要的失败的情节，想说没有效啦，不用啦，邀他来他被他拒绝多难多尴尬都不好意思反正你会有很多顾虑，对不对？因为以前传福音不成功反倒是初代的基督徒刚信耶稣的他出生之犊不畏虎不怕什么，他说那么棒，你怎么不来？他就讲他的故事，讲他的见证，所以反倒是新信耶稣的人很容易传福音，因为他没有包袱他也没有失败的经验，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很多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最会传福音，因为老基督徒被这个传统捆绑住了，所以我们从那边解放出来。所以呢，我们说无论从早期的我们所谓的荷兰的牧师传福音给原住民，我们的马雅各医师用医疗传福音给台湾人，他们都是让人家感动。所以呢，传福音的最开始的一个接触点就是让人家感动。所以我们在上一期推动了幸福小组，有没有2个小组？有10个弟兄姐妹来受洗，是我们要学习主耶稣
传福音给他们的精神，学习保罗说你们怎么样，要学习像他们一样。所以我们就把感动热情给他们，他们就觉得，你们信了耶稣，让你成为这么样的喜乐平安，我也要。所以主耶稣呢，他在呼召彼得，他说：“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你知道这句话讲起来很简单，得人如得鱼。请问彼得是做什么工作的？彼得是渔夫啊。所以耶稣给他一个宣告应许说，你如果抓鱼很简单，那你得人也是那么简单啊。因为抓鱼是彼得的内行的工作啊。在加利利海，每一个地区哪里有鱼，他都知道。他说：“你既然抓鱼那么厉害，耶稣说你得人也要那么厉害。”所以传福音不是困难，是耶稣给他的应许啊。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机会，抓紧新一波的圣灵的浪潮。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兴起这个福音的文化。因为主耶稣说你要当门徒，不是牧师讲的，是耶稣讲的。耶稣说你要当门徒，要使人受洗啊。那你如果只是当成一个听道的基督徒，那你要怎么跟耶稣讲说我是你的门徒呢？所以无论是老基督徒，无论是年轻的新的，我们都决志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门徒。我们要趁着这个大家人心开放的时候，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你的得救的灵魂更加的多。我们在礼拜二，我们有25位弟兄姐妹要到高雄巨蛋参加这个幸福小组的国际研习会，有15个国家，一个台湾小小的岛，有1万人要聚集在这里，一起学习怎么样传福音，透过幸福小组。请大家为这一群25位弟兄姐妹祷告，让他们能够接触到这个传福音的热诚，一个策略，然后把这一些宝贵的这个传福音的火带回来我们富强教会，他一起兴起这个传福音的文化。那我们为他们祷告，他们能够带领我们一起加入这个传福音的浪潮当中。这个是25人的名单，我们祝福他们，让他们真正的从神得到一个恩典。那我们富强教会不会在这一波传福音热诚浪潮当中，我们缺席了，我们跟不上别人家的脚步了。我们相信神的恩典要在我们教会做更大、更伟大、更美好的工作。